各位聽眾，大家好。今日為大家詳細讀一則發生喺葵涌嘅襲擊同刑毀事件。昨日4月17日晚上9時48分，一名21歲姓張嘅女子去到佢31歲姓何嘅前男友位於梦麗徑3至21號嘅住所期間，何男疑似想挽回關係，但失敗，張女就被對方用手襲擊。張女即刻躲進睡房，打電話俾朋友求助，仲大聲呼叫救命。佢嘅朋友擔心佢生命受威脅，於是代為報警。之後何男持一把木錘砸毀咗房門，衝入去，又弄毀咗張女嘅手機，繼續向佢施襲。警員接報後迅速趕到，將何男控制住。張女頭部同手部受傷，清醒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。經調查後，何男涉嫌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同刑事毀壞被捕，現正被扣留調查。呢單案聽落去好令人心痛，原本係一對曾經親密嘅前度，卻因為感情事演變成肢體暴力同破壞財物。張女因為驚慌，先係躲入睡房求助，何男則因為情緒失控，拿起木錘砸門。短短幾分鐘，兩個人嘅關係就從曾經嘅親密變成咗警方要介入嘅刑事案件。其實呢類家庭或者前度之間嘅暴力事件喺香港並唔罕見，警方同社工組織每年都會處理好多宗類似個案，好多時都係由爭執、小誤會開始，慢慢累積成大衝突。當其中一方覺得自己被拒絕、被控制，或者覺得對方唔肯給機會，內心嘅恐懼同憤怒就好似一粒小火苗，慢慢燒起嚟。開始時可能只係大聲吵架、拍台、甩門，但如果冇及時覺察同處理，就會一步步升級，變成推撞、掌摑，甚至拿起工具傷人。有位思想家曾經這樣探討過暴力，他話暴力唔係突然出現嘅，而係由日常生活好多細微嘅執着同恐懼累積而成。當我哋對一個人產生強烈嘅擁有感，覺得對方應該屬於自己，或者必須按照自己嘅方式去愛，就已經喺心裏種下一粒小火苗。呢粒火苗一開始可能只係嫉妒、失望或者想控制對方嘅念頭，但如果我哋冇覺察到，繼續讓佢燒，就會慢慢變大，最後燒到自己同身邊人。就好似今次事件，男方可能因為哭煲不遂，覺得自己被拋棄，內心好驚慌、好憤怒。呢種情緒如果及時停低，深呼吸，問問自己，我而家真正想要嘅係乜？可能就唔會升級。但當佢冇停低，反而拿起木錘砸門，就係小火苗已經燒成大火。呢一刻，暴力已經唔單止傷害對方，更傷害咗自己嘅未來。我哋生活喺一個好複雜嘅世界入面，表面上好和平，但好多細微嘅暴力其實每日都係發生。一句冷嘲熱諷，一次故意冷落，甚至只係喺心裏默默怨恨，其實都係暴力嘅種子。當呢啲種子喺好多人心中同時發芽，就會慢慢形成更大嘅社會問題。家庭暴力、職場霸凌，甚至網絡上嘅言語攻擊，都係同一種模式。由少少嘅未被覺察嘅執着，慢慢變成大火。但好消息係，暴力唔係必然。當我哋開始留意自己嘅內心，留意自己係咪因為害怕失去、害怕被拒絕而想控制身邊人，就已經係第一步。當我哋學會停低、深呼吸，問自己呢一刻我真正需要嘅係乜，火苗就有機會被熄滅。呢個世界其實就係我哋每個人內心嘅投射，我哋點樣對待自己，同埋點樣對待身邊人，就會塑造出我哋所處嘅世界。希望今次事件可以讓大家多一點覺知，無論係自己、朋友定家人，
當發現情緒開始升溫，記住停一停，深呼吸，試下用平靜嘅心去溝通，而不是讓火苗繼續燒大。同時，亦希望受傷嘅張女可以早日康復，得到需要嘅支援。警方呼籲，如果大家遇到類似情況，千祈唔好猶豫，盡早求助。香港有好多社工機構同熱線都可以提供保密支援。如果你喜歡呢類關於香港新聞同生活反思嘅內容，記得訂閱本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唔會錯過最新報道。以上係關於葵涌前男友襲擊前女友案件嘅報道，多謝大家收聽。